台中东市保留大埔客庄的特色，也保留原始林业生态。除了业者设计的招募手作体验之外，还有一座森林生态花园。今天我们的第2站要带大家在森林里头行料，好好享受日光浴。妈咪，这个我不要让我想去行料。好啊，我也想去行料哎，那边好美，我们去那边好不好？走，小心哦，走，耶！透森林底部的行料，可以感受山林中的芬多精，也可以让亲子好好放松一下。而步道旁边也有呱呱最喜欢的恐龙，呱呱还可以一一点名哦。你说它这什么了？给你了。啊，那个呢？镰刀龙哎。镰刀龙，那个呢？富吉龙哎。富吉龙这个嘞？啊，圆顶的。是肿头龙还是圆顶龙？圆顶龙，你来看到吗？看它的头，对不对？这么厉害哦！除了跟恐龙互动、拍拍照，行程还没有完呢。恐龙公园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体能训练区，让呱呱也可以放电消耗体力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预备吧，预备。好了。好。好了。好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好，滑回来。耶！要爆了吗？可以了，好棒！你好厉害哟你！走。园区真的非常大，所以行料之后，双脚真的是有点酸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森林里头还有一个温泉泡脚池，可以放松一下肌肉。妈妈，泡脚舒服。不会烫吗？会。那还是很舒服啊。对。好，那开始泡。温泉好舒服哦！我们赶快去房间换衣服。好，因为我的裤子还有衣服，还有全身都是打的。对呀，你看裤子这么湿，走。哟，走。玩累了，山林中也有小木屋，可以好好的睡上一晚，感受山林中的宁静氛围。宝贝，在台中东市啊，真的可以好好吸收芬多精哎，因为风景也很美哦。这里也有很多步道，我喜欢透森林底部行料。